接驾付前人前到玉宫，坤到玉宫，翻开石像卢吉拉姆行3公里前到玉宫，再鞠躬，3鞠躬，坤到玉宫，再鞠躬，3鞠躬。恭请付前人慈悲前到玉宫，坤到玉鞠躬。付前人。付前人完。为了最近那边咱总店董事在内大家晚安。付前人晚安。希望主公主义周世宏主毛建民我们先谢感谢本人在这徐建民进来安宁的贵体咱跟崔天文寿跟在会我们这一年大家互相这些这个重运，那因为咱平常给咱平常这个办事因为咱这个经过听意见公告这个咱这个离婚啦离婚就是叫做现行去请婚因为离婚的这当中，咱进前已经讲到这个如来已有世尊啦如来显为诸菩萨，如来显复相诸菩萨应该咱进前来相会都会知影那因为如来显为诸菩萨，如来显复相诸菩萨这个讲到这如来啦咱早年问咱讲咱佛道的这个名称啦包括世尊，拢总11个名称。其实如来本来是咱其中一个名称啦这个如来，这个意义有2种第一种是讲心如实道来生正觉，这叫做应化身什么心如实道来生正觉？因为咱佛道，伊来到这个世间的转世，心如这个实道，实就是真实无疑啦但是咱成了无上正定正觉，当然嘛是咧度咱有情人之慢，一个大觉者，伊若无生正觉，伊免度咱人之慢，所以叫做应化身。什么叫做应化身呢？这个应化来到这个世间，应化来到这个世间啦所以呢，因为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讲，如来咱伫金刚经的这个这个29分内底当中啦佛在问师父这个如来的这个名称啦迄个当然，迄段佛陀的解说，如来无所将来，也无所去，是故名如来。这段话呢，就是讲如来也不是。如来也不是就是讲，迄个如来伊本来迄个自性，跟人讲起来，若要甲讲起来，种是名称，这叫做如来法身。咱今日咱嘛知影讲，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拢有一个法身。迄个法身叫做如来。迄个法身叫如来。迄个如来，就是因为你用中名说用中名说，名称别人叫做自性，别人叫做这个佛性，嘛社会人叫灵魂啦其实咱有一个自性，咱有一个佛性，这本来是复杂的物件啦所以如来就是讲，来去自如，身心无碍，解脱自在啦这个叫做
这段的迄个为什么？你这可能吼爱缩较细啲吼，要缩较细，迄个这后壁，这个可解决住宅迄个灾后可能好像无去。哦，因为你这应该会安尼啦吼。可能要改的时阵，2票、3票。哦，应该毋是这个问题，应该你这个得调整了无路线。哦，所以呢，这叫做如来，因为伊内底当中叫做解决住宅迄个灾就走无去啊吼。但呢，善如来善无量诸菩萨，因为咱知影讲善去请分这一段甲解说落，安就对了吼。到第13部呢，第13部的内底当中叫做善吼。这个善是种的显卡方便，通凡特别，可凡这个这个对段可能有咱叫宽巧全巧宽卡特别，咱讲起来讲，这个善伫金刚经法会上所看到的物件内底当中伊叫做浅巧方便。什么叫做关卡方便？咱要甲讲起，咱过去咱有讲着，因为700-250人，这弟子因拢受着迄个修习法，但是因为你可以讲金刚经法会上内底当中，伊一定要有一个全巧方便、关卡方便。咱要讲起，因本来无输给起来，但是如迄个个大必求上顶。迄个必求甲必求，意思是我一个叫数学其中一个叫必求哩。但是头前再甲加一个大，这个大叫做叫做全巧方便。就是讲因本来就咱摕这个福气上，但是因为这阵人录起了后，所以因当来用这个方法的这个言称。所以呢，这是当时佛陀对这阵人做一个。全巧方便啦吼，佛陀成佛之后，如证义说，我曾经迄个个这个大经小经，这后边是拢可以吼。那些什么兵器的人应该这后边这段当中应该要再整理出来照书列的单好。因为缩小伊的，我要缩小，把它缩小一下就可以了。这缩小一下就可以了。今天不会点到不会那我要多全水，全水那里。对吧？看国家的，你看国家的，重新几个。这物这个分就看电脑。我毋知我摕我厝遐来，我摕我厝了。上以前已经分辨啦，这重新再做完一次。那些反应的这回事反应所以如来善无量诸菩萨，迄个善，就是咱讲叫佛法。因为经过法会上内底当中，咱就讲，这段话是因为迄个咱当时咱苏摩地当中咧请教咱佛道的法，咱嘛通讲离九讲经离第一分的内底当中，如来出入往返，迄个叫行诸作恶，因为这段话内底当中，拢总无讲着话。所以呢，迄个叫第二分，因为当然人总无讲话啦要甲讲起来，即部经文叫人讲过啊，因为咱讲，你讲你嘛听无啦安尼对。但是因为不得已，有大智慧的人因为看到佛陀伊的出入往返，人苏摩地都稀有世尊，人就已经看到。毋过今日咱小经气、中经气的人，当然有阵时变成讲说什么物件，佛陀伊出入往返，咱嘛毋知讲到底佛陀是什么旨意，所以咱之前有讲过，佛陀用伊心教，
伊心教来咧传这个学校，来咧传这个学校。所以呢，伊这是一个相当悬的意见。若无真正这个证据，咱嘛会当看出着，嘛会当体会这个道理，安就对了所以伊一言一行一动，拢总就是咧甲你做一个示教。所以人说什么心教圣理言教，身教圣言教身教，毋过身教就是身教就是伊拢总无讲话，拢总无讲话。但是伊身教内底当中是伊一种表象的物件，种表象的物件。但表象的物件，你甲看到了后，你就一直爱刻入来，敢讲你要有智慧来看这物件，有智慧来看到这物件。所以人一般顶来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为山，见水为水，见山是山，见水阁是水。虽然讲这物件都共一个因素，但是分做三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咧讲啥物件？这个山就山，水就水，安尼这叫做表象，叫做表象。我来爬山啦，这个山外悬，甲看伊个温度，比如讲伊是用爬啊，会时阵爬马尾，大洞100000包，伊个温度安尼爬，这个1000米，这看是一条山尔，安尼尔，表象就是这样。但是佫有一个意境内底当中，因为要扫着山上了后，让伊个过去上书，甲一般顶个人咧看佫无相像。咧看佫无相像，那一般顶个凡夫，伊咧看到讲，山个内底有金矿、有银矿、有什么矿，伊咧看到一只去，真正咧，迄阵仔咧，有一项家，因为伊就是伊去甲测伊迄物件出来，带伊看到迄物件，你证实这山有啥物物件，迄拢是咧讲表象物件。到尾啊，刚刚第三步就讲变山是山，变水是水，较实有迄物件，这是有这物件。毋过人信任，人上书咧讲是咧讲这物件，伊毋是咧讲这物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凡夫人咧。敢是安尼？凡夫人咧。但是异性人，伊就看山为山，看水为水，迄就是因为迄叫做扫相。迄个相无扫了后，你去执于迄个山相内底，是安怎讲？迄爱用到咧，迄个第一叫做相，第二义叫做扫相。扫相叫做叫做空嘛。你爱看迄个相对，迄个实相看对。你毋知讲叫做扫相，毋通离迄个表象去甲看到。迄个山个内底当中。因为伊互恁看起当中，就参照如来咧演大法相像，迄叫做空有不言道义个底，拢共迄个山。但是因为咱即个肉体，甚至咱就是山。即个肉体，敢是安尼？但是即个肉体内底当中有一个空体，敢是？迄个空体是讲啥物件？迄个空体但是你即个肉体若扫无掉，你即个肉体。但是迄个空体你看唔到啊，所以你即个肉体是一个，伊是食用的物件，对不对？食用的物件，但是伊内底有一个实相的物件，实相物件，迄叫做空性。但是迄个见身的为身，即个肉体内底毋是有一个物件你内底，你即个肉体会当生存。所以见山为山，见水就为水，对不对？但是因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两种内底当中，肉体甲灵体加起叫做哪？肉体甲灵体甲加起来，叫做实体物件。既然咱讲，因为咱一个人虽然咱讲目睭咧看，耳孔咧听，这两个合作的呢，伊有灵无肉体，会做代志袂？那有肉体无灵会做代志袂？两面嘛，三面配上着，敢是安尼所以有肉体甲
马体甲人体合作画，做第三步画出来。看山是山，看水无叫，这个叫做实体，叫做实体。这个实体内底当中，虽然看到这个马体，但是人已经看到伊灵体，迄个实体。迄个所以讲呐，这个马体咧行内底当中，它的形制作物内底当中，人已经看到迄个实相。但是因为呢，一般顶个人，迄个欲望，因为这个马体有欲望嘛，你想讲就出去往返，人已经舒服地看到佛道的实相出来。但是人行诸作恶，三业界定位，身业、口业、甲意业，拢总是清净，拢总是无念，人已经看到。迄个清净无念。虽然即条马体是看到迄个灵体，但是，比如讲今日咱做参考啦咱三人去迄个品茶，咱看到就是这地点了，这地哪是伊伫迄个三人溪内底当中啦迄每一年拢有咧品茶会，敢是？迄个品茶会内底当中有600户，伊迄个地内。伊要品茶、冠军、亚军、季军、殿军，有咧品茶这物件。但是迄个品茶师若无足力，迄地头头同心呢？敢是安尼？迄地头头同心，你地理来当中，迄地嘛是拢算小项呢？但是伊咧品茶师内底，咱来看地色，来看看地色，第三呢？伊就是，迄真迄泡出了，咧冲落我听恁讲的啦地咧物件，伊是起来一摆尔，伊无2摆，无多一直做一摆，伊批做一摆好起来一条，你就知影。来安怎？迄个汤匙大地落来，迄个汤匙毋是要啉落咧，迄个用指甲搭起来，迄袂使规个啉落咧，迄互你啉。包外的地方，啉袂毋知啉到尾毋知啥物味呢？大家一个甲啉一汤匙，知影啉一两打几个咧口地，拢口味起来，对不对？人用迄指搭起，安尼尔，咱就知影，伊就做连伊迄个喙做连伊做含迄个白水，就甲洗掉，倒做来品地。你品到尾个当中迄对一个冠军、亚军、殿军、季军足清楚的咧。无人真正会抗议诶，明明我第1名，你讲我第2名，明明我第2名，你讲我尾仔名，但是大家都爱争论咧，大家毋甘愿诶，敢是？但是伊有法度选互伊到哪，心服咱第1名就第1名，第2名就第2名，第3名第3名。比如讲咱换斗，每一年换斗文旦有咧评比啊，对不对？新对一区，今年对一区诶时阵迄个换斗对一区迄个个文旦得冠军，个亚军，对不对？迄若得冠军出来若你甲讲迄文旦，你袂叫我介绍，你敢知影？咱换斗包括迄个咱了花园业，包括中名，包括名，一世纪啊！你甲讲起，这个。几百户的，迄个哪呢？迄文旦，几百户的文旦，迄个甲评比起来，真正冠军甲亚军的迄毋是讲真正有一套说服人真正有迄个赞助。你真正你讲评比到尾你就互点呢，敢是安尼？所以迄种真正有功夫。我所讲的迄种已经有入啊，迄个哪？有入啊，迄个道。有叫做他一切表象，无论伊的声，无论伊的甜，无论伊的色，伊是几度甜，伊是味是啥物，有啥物酸是酸到啥物味，人伊咧方法袂晓讲啊。迄就是已经到了，迄拢已经倒出来了，用道。所以我今日咧讲，迄个如来显佛的诸菩萨，如来显。叫做菩萨，因伊三业清净，迄个达到了无味，但是去互师傅就去甲看着了，毋知无叫做关卡达着，
佛陀心，咱先讲，离佛陀心不之后，如经已说啦，离华严经，华严经内底有传落去讲啦，迄个上紧的人，大菩萨拢得到利益啊。迄人去甲讲者，就我讲的，二经五经是第1分、2分、3分、4分、5分，咱甲讲的这人，到遮就拢已经，毋免后边免搁继续学，因为咱已经证着，咱已经知影，但是咱有法度，咱爱去将研究的呢，是毋是安尼？所以呢，凡夫二乘天，二乘经伊就是讲阿罗汉，去支付这人，这个二乘经的人，得袂到利益。所以对切，下迄个地方来讲起啦，所以呢，人天性、声闻性，所以人天性你甲讲起来，这个实性嘛，若要声闻性是性体嘛，这叫声闻性嘛。所以呢，迄个是阿含经对伊说12年，了解迄个数量处啦，迄个数量处就是讲这样。先佛在用数量处。因为这物件是相对异性人，异性人，观心不净，观心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数量处，因为阿含经内底说数量处是啥名啦？安就对啦因为这就是已经讲到对咱的心，讲到是咱的修，讲到咱的心，讲到对咱的法，这物件你一定看开这物件，毋通叫做观。这个观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内观，不是假象，不是讲我用看。所以讲观法、观法、观法、观法，迄个法的物件，你看出物件出来。比如讲，咱今日去到的是阿里山，我若去到阿里山，遐山足大丛，迄丛我有几千年迄丛，丛山徛起啊，我即马在其他的经讲，这个环境看出什么啊？你们观出什么东西来？较早我查有经过，你这看出什么啊？伊一丛纸丛啊，当头前一排，拢松嘛，拢在青嘛，林立的松，但是伊头前做一排，以前咱像咱看电影，看迄个戏嘛，爱散咧，离啊风济咧看丛树啊。安尼对啦。所以我就咧甲你提醒讲，恁有只观出什物件出来，点。我毋通甲讲百鸟朝凤，即摆咱讲百鸟朝凤，因为头前规一丛世界丛啊，迄个树大甲密密麻麻，但是一丛头前一丛遐大丛的迄丛2000几年的会袂入去，我徛伫咧头前，毋是迄。不然10丈，不然8丈，那些松朝向这个神木，这个神木嘛，比方这个神木嘛，比方叫做哪？叫凤嘛，这树啊，一丛啊，比树叫哪？鸟嘛，百鸟朝凤嘛，有道理无？有道。我这个讲一个，这丛大丛树就算了哪？咱就分道嘛，头前这传就众生嘛。佛陀伊则讲道理，互头前这众生听嘛。安尼嘛，佛陀伊迄是足伟大的嘛。我说是后来甲讲伊叫狮子佛啊，不是一个什物物件，我甲称呼佛陀是足伟大的嘛。樟树啊，这丛2000几年，你去有伟大无？当然嘛伟大，但是头前伊栽足济丛迄个不然8丛的迄个树，若要甲。迄有意义伫内底，但是你较观迄物件观袂出来，你着想象中去观迄个物件出来，这就是讲观心不净，你咧观你的心不净，咱的心大概是心不上清，心大概是心不上清，心，若要甲讲起来，上这流汗啦，流鼻屎啦，流目屎啦，心不啦。流汗带啦，各项物件，你若一工2工无洗，讲较歹听，无甲咱做伙啊，敢是安尼？迄够清，迄无清。讲一个较土垃死，你若规个咱无甲用，规个拢无甲用啊，敢是？这个心物就是叫做物，迄个物就是会害，会害，叫做物。
哦，咱会了解即个物件。哦，过去我要讲一个故事，讲有一日当中，一个和尚，哦，一个即个和尚走去咧，哦，走去咧拜啊，啊，行，哦，看一个施主啊，一个查囡仔，我查囡仔施主生得足水安尼啦。啊，即个吼，即个师傅看着了，这个怎啊搞？遮尔啊，即个施主遮尔啊水安尼对。啊，就来迄个查囡仔水，我入去和尚迄个新世界安尼。但是迄个和尚就拢一直咧想迄夹上水。等到有一日当中，迄个和尚遐死去，啊死去目睭煞毋开着，啊但是遐个地主就知影讲，阮师傅吼，伫几十年前的内底当中啦吼，啊就是去拜的，啊就是看到一个施主，哦啊看起来水还着，啊就是想念即个人，哦安尼，啊记伫咧心内，但是伊想讲，目睭搁开落，啊人就当开啊嘛毋好咧。就甲当时几十年前迄个查囡仔去甲找出，足水个查囡仔找出来。查囡仔找出来变成哪里敢知影？变成滚尾嘛。安尼就对啦，变来就带来互即个即个师傅啊，是吧？这是你当时所看迄个足水个迄个查某囡仔安尼对。迄个师傅看一个目睭怎开？就当当面，我来查者。咱查者过去一蕊仔花，哦，竟然你甲讲一条1箍花啊发，迄叫做哪？心会变。所以这个心，咱真济个查甫较早嘛，有要缘投少年过呢，要过呢，咱这嘛经过多年过，咱是安尼。但你个这边吼，咱到多年嘛，心的变化，心的变化，不强变化，哦，关心是人生比这个方面。想着真正有顶下去感受吼，迄真正有内心世界，迄真正水好水。迄若要讲人生伫即个八大苦内底，咱苦袂了，哦，你甲想看觅，想着，人就真正一艰苦，好无？哦，真正有人生咱人迄个苦的，咱去甲做解说，所以咱较早就练迄个苦了，啊，伊苦了吼，伊苦了。考虑了你个吼，哦，拢为着即个人生的内底迄个欲望，啊，即个欲望内底，咱这个真做大手，争取夺取赢取，啊，无合法意思，对不对？讲我即句话无合法听，迄个有收着无？会苦的，有惊到害死人的。好，即回当中，迄个咱论经理讲迄个故事讲。3个了咧冤家，冤家拄啊相拍，冤家拄啊相骂，讲拄啊迄个时阵就讲，边仔一个讲，掠到拄啊死，发着拄安尼面来无，讲真诶3个都拄啊讲3个拄死，结果拄死，拄死了后，到尾来做后世因搁无，即个故事应该人听着啦，必定捌讲即个。所以咱伫即个当中嘛吼，为啊。使讲是对啦吼，啊，迄个心就是感受，听着了后，恁收着了，咱家己控制袂好势。咱就是收着，听一句我介意的话，我会创意；听一句我无介意的话，我会气死。有感受无？哦，你若平等心，用平等心来甲收，听着嘛无感觉好，好诶嘛无感觉好，歹诶嘛无感觉歹，安尼就平等，安尼会苦诶。无咧想法，无任何迄个意见，所以就关心无常。那你甲讲起，迄个心无常，哦，无常变化，哦，这物件它安怎呢？这物件安怎无常无？所以好像能讲安怎？讲受者不亲，啊嘛真正好像人生内底很感叹。真正做简单的人生，你甲想看觅啦？哦，真正做无常的，哦，啊伤着了后，有经验，哦，然后会使人无常无变化无常，经济创好变怎办？哦，无
无常无，身体足健康诶，变动健康。有阵仔出去了后，一个超步一个人无去，有无？还是讲像我今日去驶一个迄个叫做中央一个说含去新闻山，要传迄个农业，但是因老母是10几年前发生车祸，弄一个人本来是迄阵老母60、70岁，一世纪拢去咧讲红菜头仔啦，红板牛角啦，做呢，弄一个尔，全倒落去嘛，人无死比就袂济。就当时即件代志，因老爸，就是即个囡仔因老爸，我叫做无同兄，迄无同兄来找我，了解我即件代志，我甲讲320万。我今日我载着伊去传草药，我问我你妈即摆喏，伊讲妈妈即摆会死啦，安尼啦，就剩8万，迄钱，我讲剩8万，就即摆。伫咱中央较早关厂咧挂迄间挂啦，伊变成咧当老院嘛就伫咧挂。即摆为若吐血，因囝咧时阵讲，若吐血去救因甲写放弃都毋得，就要死啊！但是弟会倒来啊，倒袂死啊。可能迄钱，可能迄钱花了袂了，毋敢死。所以呢，咱甲看无常无。翕一个尔，真10几年，真多年10几年，但因老爸死啊。当时无同兄来找我，迄个无同兄说，伊大个嘛，多比因太太较紧巧。安尼人生有无常，一个家庭本来是足健康，一个家庭本来是怎啦，足快乐，一个碰一个即个风云变色，面对着即款的无奈，啥物人有知出事？无常，官方不好官法无我，恁国家迄个父母上、文人上、无正神上、无学上，但是咱管这物件管会出来所以阮的本意就是出于咱即个敬重心即个成分不是讲到人天性、人格性、社会性，目的就是要即个时阵人会当对小心达到代谢，安尼所以伊毋敢讲12亿的，伊毋敢讲12亿法，讲四地法。即个咱而且讲的，迄个叫做即个汉经就是讲即个，叫讲小心的物件啦小心就是讲有性嘛，就讲社会面就是讲即个物件嘛。伊咱尾仔当中呢，就是在讲一个，即个咱我早头仔讲者啦伊尾仔当中有讲着电脑呢，讲有一个迄个叫做即个红顶顶啦红顶顶方便，红顶顶大成顶顶啦即个就是咧甲即个小心讲，恁所学的是种个关权巧方便的手法所以呢，选了8年后，佮讲了8年后的经典这就是咧开始的时阵咧对这个小心人咧讲讲22年，其实大发这经啦咱互我早头讲着，大菠萝金就是伊咱安尼，金毛经就是迄个500色成分内底当中抽出来讲迄8罐的内底当中这是当时讲22年的迄个大菠萝金啦2000年因伊进入阿罗汉甲师傅了后，因已经出了生死，因做入了，因认为讲我的所作一般具体佛法那既然生死了三百拢发出，因为伊脱离规即个轮回之法，有啥会办呢？你来来劝导伊接受袂落去所以呢，伊是佛在或者放会上当加上迄个仙啦叫做即个权巧、善巧、方便对即个小型的人会做一个即个方便的接引啦大佛讲课去讲法这经，所以因为伊变成哪呢？因本来是小型，但是咱先讲用了学佛
即个大乘法啦吼，所以叫做俗小化爱，俗小就是讲俗小，这个俗就是附属的属，附属于小，但是要互你呐，互你转入来，所以头前当加上叫做善护念诸菩萨，吼。啊，这是第14杯，因为咱个红的拢总是咱金刚经的本文啦吼。善护念诸菩萨，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就讲如来的心常常加护地主，加护现在为了这个加庇这个地主，如来的心常常怀念我们，无有一时忘掉我们。哦，这是因为如来的心，这个心业甲意业对地主的加护。哦，这句话就是讲，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善护续诸菩萨，这个菩萨，毋是已经成道的菩萨，毋是已经成佛的菩萨，毋是安尼。因为伊当时咧学菩萨为咧行，咱一定要，因为这是咱嘛当这按伫小乘的内底啦，吼，就参照讲，咱今仔日，咱的迄个，哦，这个叫咱的迄个。哦，修什么班啦吼？咱有阵时人讲，互咱即个班清上，啊，什么叫做清上？清上就是一般的咱叫三班嘛，清火以上。但是清火以上，咱不叫做菩萨班，哦，但是咱讲菩萨，也袂啦，因为咱咧学习菩萨的意见。但是咱今仔日爱了解，因为既然你学习菩萨了后，比如讲咱前面。吼，要甲你加批，咱的点文书要甲你加批，哦，要甲你讲道理，哦，你像咱即届，哦，即个国院，哦，咱蔡经理，哦，伊讲，哦，即个，哦，头一课嘛，吼，啊，第二课，啥物人讲？点文书嘛，讲第二课啦，哦，点文书讲第一课啦，蔡经理讲第二课，啊，蔡经理讲了好袂歹？好，工作好啦，啊，工作好。哎，叫怎好诶？迄阵咧甲伊加批，哦，咧甲伊加批啦，加批讲，哦，啊，你今日蔡经理讲诶道理，我听着足欢喜，安尼对。你想讲，即个迄个真言书，哦，台北民主真言书，甲迄个上面，甲迄个古典书，哦，因讲做咧自己诶时阵啊，我听真话咧讲诶啦吼，我甲在记诶时阵过去，讲到站在讲，咱蔡老师吼，即届的时阵吼，袂过因讲得出好诶，吼，安尼吼，伊就是一直有感受，感受，感受你着受嘛，有受，迄个受就是来自咱个加皮嘛，食着迄个加皮换起，迄是叫灌顶，咱有入嘛，毋通无受，吼，安尼吼，善护念诸菩萨就是讲，如来。因为伊个个心业甲意业，拢咧善护念，就是讲时时刻刻，哦，拢咧甲你关心，时时刻刻拢甲你护持。因为用咩啊？用着心业清净甲意业清净来甲你教育。安尼听我意思无？安尼伊毋是用，迄个倒随业咧甲你教育啦，吼，毋是用恶业咧甲你教，毋是用善业咧甲你教育。哦，这就是安尼，就先讲，咱今日修办队内底当中，咱今日讲对一个所在，哦，可能咱前面也好啦，咱点文书也好啦，咱的名字也好啦，咱的助理也好啦，咱的翻译也好，各人各人，因为伊所讲出来，就是讲有对咱的心性有帮助，有对咱修办道有正用，这种咧甲你教育，哦，这样就对了吼。哦，诸菩萨，哦，就是这啦吼，诸菩萨就是咧指发心的菩萨的人啦，伊毋是已经讲正道啦，即点咱来了解。哦，就是我拄则讲，咱新春湾，咱的火锅湾人无新春湾人，拄有将近才1000人，这1000人就是拢咧发菩萨心的人，是因为发菩萨心，因为你。咱伫世间，咱若无时时刻刻有一个火锅湾，有一个新春湾，你即个菩萨，即个发心会袂无呢？安听无？咱的心，即个什么菩萨心若叫无去了后，
咱只讲起来，咱有着要走对微生物的，有着要走对天然生物，点咱烦恼的面，一不小心就做个连落来咧。这毋免时时甲咱家己会使，毋免时时甲咱的时阵啊，甲咱教袂使。所以前辈者，你上定义爱上，伊175条，为了200几个，咱互我家己伫咧担心，但是一个人无出来，一个人无出来，有今天这个人，一届无出来，2届无出来，3届无出来，伊会还在买。迄个心就淡来咧，淡来咧。有阵说，伊毋是无用，伊找理由来讲无用。但是你敢知影？你一个无用，无名就是靠外，无名靠外结就是后壁钱外。钱结后壁，你若不钱来，你想袂离呢？你走袂离呢？阮后生，讲即家伙啊5个，甲讲伊毋去，本来我毋去，我一直让我拢去。我嘛爱透过，我若上下逼，有阵时我情绪落爽，伊嘛袂爽快咧。我嘛上班，我结婚的时阵啊，阮妻仔了本书就有阵时甲因祖囝讲因祖囝咧讲，听我用方法呢，到尾啊，就补出了，嘛是去啉，嘛是有换过咧，有换咱安心啊。咱安心就是你今日入这个班级重要，因为连续的活动，咱一年内底要过出，是毋是安尼？但是咱今日来小业，来规矩，互上天甲加庇，上天加庇，互咱的业会少，互咱做会退，互咱一年当的内底当中会甲平安顺遂。咱做事大人，敢无咱的囝儿咧时势平安顺遂？咱做事人，敢无咱的孙仔平安顺遂？但是伊毋知影，伊毋知即个道理啊！所以咱今日会紧张啊，敢是？伊若要去，咱做欢喜的。所以这是即个道理啦所以六祖来讲，善自护念，国土有情，留无将来，无能断绝。即个物件啦即个我甲人讲，有情来下正，因地各关心。无情亦无性，无性亦无性。这是六祖规。咱逐个拢有情，即个众生。咱下只正什么正？咱下只正是迄个菩提正。咱下只是菩萨正，菩提正。即个菩提甲我讲，咱内心世界即个叫做菩萨的定正，咱毋通去。种着一粒的众生的色理色定种，迄个色就是叫做众生的意见，众生迄个无明的经济呢。咱今日去地位就是即个菩萨种，有情来下种，咱今日去种叫做菩萨种呢。但是因地各完成，今日来到这个世间叫做因地。因地若不去完成，要故地翻身，较可能。所以无迄个转果成因咧，无是因果因果。所以咱今日大家种着即个菩提种了后，咱大家因地各完成。大家种得创啊？你已经种了水、蛇药啊，爱照。无情亦无性，无性亦无性，无情亦无性。当然啦，石头够性，够情，不情感的物件。所以有情感的物件，有情的众生，咱来下即个种。无性亦无性，无性亦无性。你若无性，石头要去生啦，生了要生石头呀。无。你个无性的物件，所以伊就无迄个情感所以呢，咱今日咱伫有遮好的因缘，咱会当讲利用到众生内底当中，咱会当对伊做咱会当来做菩萨道。你讲看歹啊？这是迄外事实。我若看到迄YouTube啦迄看迄有阵时够可怜，迄
规排啊吼，迄个台猪啦、台鸡啦、台牛啦，安尼啦，哇，钓规排，迄种用迄个哪个呢？迄种用迄个科技化咧抬，我其实会恐怖呢。迄个抬啊，一个头啊，剁两细两细安尼，一只钓鱼啊。我咧想，咱若真正要咱其中一只钓鱼啊吼，放我你使用一只钓鱼啊，我伫咧看到迄个太高遐，迄面对咧上济个桂林，吼，桂林迄个所在，广西个桂林迄个所在啊，太高，真正你找无够人去抬，较济二路啉水海去抬，迄个饲狗个好几，毋是饲狗啦，你卖狗几种狗，啊，即摆狗叫合去了后，就卖狗伊妈讲饲狗，但是迄狗咧太太用臭烧，你听无？用臭烧个。哦，迄做迄味我就免讲就对啦，看你较对吼，上看着可怜吼，啊无爱去看，啊无看无资料就对啦吼，安尼咱讲，看迄个有够恐怖。迄只害死个，伊咧用迄个用迄个火力夯对对吼，伊咧用迄个拉苏龙吼，啊无迄个有后方的迄个爱着羊咧较夯成水个啊，但是另外吼。迄一粒狗仔尔，逐个球仔咧窜来窜，伊看伊啊，看伊只尔了夯，了啊，倒了啊，啊，迄只狗仔足灵咧，狗仔毋知讲，伊只用杀死伊啊，然后伊咧动火，你甲伊毋知伊知影咧，我若只讲伊，我来当来甲比出来吼，啊，但是啊，买出来，但是伊个贵个，我就晓得我，今年无会啊。反正规座鸡啊，规座鸡都咧卖狗啊，拢咧卖狗啊。迄个香肉，哦，香肉街，迄个刀香肉街规座拢规鸡都，你是要嘛？拢做狗。咱今日甲想看，咱今日若真正合起嚟啊啦吼，合起嚟啊，我看着是安怎呢？因为吼，我去头业，因为你掠狗啊，我去头业，你只狗你走袂，业规个讲讲来，啊，伊一个人啊，全落袂人啊底，啊，一个善心人士吼，迄只狗啊吼，落袂到，迄只狗啊，伊啊带，伊啥嘛？伊嘛啥讲，伊无命。啊，伊善心人看着，掠看着讲，啊，你问啊，你问啊，你问啊，再去卖，我甲你买。吼，迄只狗金金国国，就是咧看到伊要甲买伊迄只狗，伊嘛知伊要甲吸呢，拢一直看，一直咧看伊。啊，但是伊还没出来对嘛无法，拢无法。包着千啊嘛吼，第二千啊，无法5,000、25,000嘛，也咧三只。那三只伊若甲买迄只狗抱起来，若无甲三只若伊毋买，迄只狗跑去大条。啊，我咧想，我一直咧想，今日咱是友情的，咱总是友情的众生，这动都是友情的众生。咱会怎来做菩萨的友情的众生，甲做动物的友情的众生，你互咱参考者。咱参考，咱今世人就是有修道咧，咱这世人来造友情的菩萨上升咧，无咱无机会咧。哦，所以咧，第一，伊过去有修，咱即世则来转世做人菩萨，但是咱毋是要来遮一工过一工，咱的使命就是咱度化有情众生，咱的责任就是咱要来办天道的工作。哦，毋过咱的时间就过，一日讲一段，你这个时间过，你就无机会换别人啊。你时间过换别人啊，你无机会哦。哦，咱就过一工。一代一代一直讨谈，人有做人当去成菩萨啊，为了叫什么菩萨、什么菩萨，到大圣拢当去成。但是呢，人家咧落榴莲呢，哦，你完全咧就倒去咧。有影呢，啊，虽然今日佛就是咧关心众生，就是咧关心这种众生就是咧关心。虽然今日毋则咧因缘啦吼。善护惜诸菩萨，这个善护惜就是讲，哦，这个护惜，这个护惜，这个一个是靠
啊一个俗的，我有喙讲，安尼对啦。哦，前辈者，人讲有喙讲到无烂，甲咱苦劝，甲咱鼓励，甲咱宣传，咱咧下台，哦，鼓励讲咱无欢喜，鼓励我互咱念过，好感谢咧。真正前辈者是作慈悲，就差一我拄则讲，我囝无爱出入班，我会烦恼的。我嘛毋甘伊无出来，吼，伊无出入班，你无入班365日你得过啊嘛？敢是365日你得过，啊365日过，吼，一个机会3个月365日，啊365日的变化，有啥变化你知影？虽然伊复俗，我想讲咱遐人讲。像咱的迄个出席率低，可能咱总合科技里族群，啊，为阿婆都无看年为真的不用动手机啊，你科技要变甲过名，哪有可能？啊，你今日做遐就即间是恁的呢，爱附属呢，爱电来叫呢，建来日本呢，毋是甲科技结关尔呢？啊，你若捌来甲请假，阿婆我你甲请假呢，啊，你哪嘛入班？按个观念就是安尼，有看到来叫啊无忙，看到发班。这个鬼是啥物人负责？真正呢，这个鬼是啥人负责？咱对领导、对组长、含对经理、含对负责人，我负责人啊，对负责人嘛有责任，咱人关系无够。敢是啥物叫做附属组菩萨？附属组就讲出来。即个附属，你既然叫人请法，你既然叫人来修地成法，你叫人来食素食，你今仔无通栽培跟教育，啊那安尼是毋是咱的过失？所以你甲看，即个父叫做为父，嘛叫做详细的传授咱的，甲咱讲叫做为父俗，就是讲我时时刻刻甲你讲，开始我们以着听到的道理，如法去修行。讲这个再讲叫做顶事，哦，这叫做考验对地主伊的顶事，对地主伊的交代，一直交代，一直交代，一直交代。真正呢，这咱无想了解，咱无领做点位数35万，真正35万。我讲去到泰国咧，肯定就好啦吼。你叫请着我唱我，可能你唔敢就听我唱我，但是有啲我唔敢了袂去啊。迄只笑看着目屎啦。哦，伊讲安怎？讲随头无看着地主啊，随头无看，啊，心爱的道理，只为怎样受一片滋味？何必这样虚伪的诚意？尊心上帝。这个老师。甲恁看落来，看恁这个道理啊，修尽诸罗类啦，参像春潭逐变白出去啊，白甲按冻冻，毋知影精神啦。啊，后日时间互拖去了倒落来，后日拖去了倒落来，后日拖去了倒落来，一个去了倒落来，一个去。身为伊三界大明师，伊袂甲看。咱一个囝，互恁讲袂听。互警察抓去判刑，要来看你会艰苦袂？你做父母会艰苦袂？好，甲你讲，甲你问食毒，甲你问冤家，甲你问跋筊，甲你问相拍，甲你来好好做啦，看袂好势。但是看到警察来行，法院判出15年、20年，迄话判死的。迄像大陆迄种袂当判死的，迄真诶掠兵员。我3摆2讲，做囝穿啊足时髦，20外岁啊。哦，迄穿旗袍、穿官甲，看起足水，是恁阿伙。啊压咧，你来青山。会无彩面，看可能。啊，你今日看到迄个足无彩，是安怎无彩？足可怜的人有可恶之处，但是咱今日伊讲看无够。咱讲教育无够，因为今日若受到咱的肯定，受到咱鼓励，因为伊当时捌道理，但安尼当中呢，伊会当来回心转意，因为毋通有物质，为毋通有迄个金钱的引诱，
伊今仔日就是面对着死命，在那枪毙，因为安那通袂切，咱着个将这通啊，通享受，通服务，做做业，后尾团队，团队实地验落，18地到起来现法，会痛苦的。这真正是足可怜的啦，我无骗你啦。所以，师尊你家己师傅。富庶，前辈才咧甲你交代，这个事嘛是叫做交代。我甲你讲，你嘛无听，你爱听，即句就是安尼嘛。你甲你即阵菩萨讲，你毋听，就像安怎讲，用练你才会练，用背你才会背去。安尼点，你食即句你讲的，毋是我讲的，咱来遮讲的嘛。啊恁大人拢有听着。讲即句就说实在呢，伊是讲咧。第一是咱伊咧讲即句讲太夸张了，但是你是讲真正拄着迄个境，即个不夸张咧。你若去想着讲，迄个食当时你讲下晡来爱爬去，下乱练来爬去，真正上变去咧，真正上爬去咧。我听讲的是去年春季啊，讲的时阵来迄个来我心中啊。阮当年我叫看着，我看着我伊知影好成啥物人，是讲我好成我严组长，我一直好，伊嘛知伊死都无机会啊，无机会啊！伊当时而且讲啊，下晡爱爬下咯，但是人也好，甲这是死人是无紧啊，我身体就安尼尔，我就已经，我就已经做落来，毋是我毋做，是因为我无照做。咱会使做即段，要等咱若要按道理袂走做，你若要做，拢无机会啊！我无骗你咧，咱王长的书，即一定包括，我咧好想叫王长书啊，这样好势，不真哩，这毋是你讲遐简单啊！咱嘛是上啊关心，咱嘛是在讲。像王长的书，咱的道场咧开啥物班的时阵，咱甲报过。敢是，但是听着讲，这毋是你讲遐简单啦，毋是你讲遐紧，斗，要斗到平时，毋知影，敢是？虽然今日咱过去王长的书，离道场虚实啊方面，若要甲讲起来，方面足济，但是我记。种种真水，顺利可以每一个人来走，但是你爱问个，你爱家己问讲，你家己有做无做？这叫做重点。咱问伊，你是人安尼？咱会当食无？你阁袂当食无？人家大胃王来食，一骹大骹，限时要食了，烧汤爱熟到了，伊有法度。惊一杯地方的讲的时阵啊，这些粉就甲分足不当去啉落。一条条好小小。所以，今日咱就有这个机会，所以不得时时刻刻咧甲咱补习。但是咱即句话爱掠，都系咱真认真，真好才甲咱补习，真甲咱补习，点嘛说甲咱补习，咱明年就甲咱补习，咱就做甲咱补习。参加，阮当年咧鼓励出国，无惊比赛呢，爱较食惊咧，但是出国咱听伊啦。咱才讲出国咱听伊，即个本来这个善良，较本多咧，较善良。即个是恶势的啦，你较本多你甲鼓励行，你说咱好想，伊迄个叫杜邦，你甲叫伊嘛去抢，敢是安尼吼？咱无感觉毋是伊本单，你甲伊嘛，这话是啥物啦？有影政府遮个，咱无感觉，咱若感觉伊毋来，这伊个代志。咱若无感觉伊无来是咱个代志，敢是？我遐有一个做即个，是拢无人安尼，无紧叫要叫我。这个跟咱无关系啦吼，毋是讲无人啦，是无人个规则是讲无人。这就和咱无关系。我甲你讲，你就无啦。你无法度叫别人。这样分做对个迄个，迄个事理，甲无理来讲是清楚啦吼。所以呢，希望我们今日前辈者要甲咱复习，前辈者要甲咱交代，咱是正爱行，无行袂使。这到这算啦吼，即马咱就讲一句
咱对咱话，迄个念起来吼。世尊，世尊，显南主显如理，咸南主显如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应？迄个应，甲你因何应出来的？好，就对了吼。是因何应主？因何应主？因何含糊其心？因何含糊其心？哦，这个就是一半啦吼，这个分文啦吼。因为讲到这个时阵，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如来显富足诸菩萨，吼。啊，这段就是咱的这个苏菩提，他继续叫一声世尊。这个显南主显如理，离金刚经的显南主显如理，这个显是道具相，你莫惊安尼作单那个显，就是伊已经咧发大乘心的啦。大乘心你知影无？我常咧讲一句话，咱一贯个人有发大乘心，是足可惜。哪个我发着天地心啦吼，是足可惜。所以大乘心就是讲爱为心。内心世界这个心理用起，所以呢，因为你若发大乘心，咱就讲，然后错用心，用对心，你若发大乘心，叫做用对心，若发天地心用错用心，你唔用将，就迄个将你做一件用无着，叫迄个无相叫较浪费，将拢用无着咧。叫做隔靴搔痒，穿一个遐讲，就倒外口咧尿，尿就袂伤咧。你收到的时就死人，就收无着你个咱爱的物件，有重要无？入去哪来？入去保护，咱毋是看保出来，你捡就搞出来。咱有些想法，来讲这个世界，咱今日管着地主嘞，咱为了得到大乘法。里面呢叫做大乘人，里面大乘人、小乘人、合小乘人无对，叫做天地心、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众生道、地狱，这个都爱轮回呢。这是毋是免轮回呢？你讲小乘阿罗汉其他免轮回呢？所以呢，《金刚经》我有上来底当中，这个先是当无相，因为你必须爱发无相正定正大性。到处给人们金刚经法会上人唱叫做显南主显如理，你听到金刚经这个法会上，你马上会发心，发什么心？你发什么心？而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句啦我相信讲作者阿婆会晓念这句话，嘛念到要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毋知即句话意思啦。但是即句话，因为咱佛有叫做有六种不讲，袂当甲解说。因为咱迄个多含义翻啦，因为伊会当生地去袂使翻译，所以伊叫有相互翻。那因为咱过去修的叫做魔界实践人天性，迄种叫做这个。嘛，咱叫做显南主显如理，因是啥物原因？因为你既然当是魔界实践，即种已经毋是世间咧求名求利的人，你是阿罗汉，阿罗汉人要甲讲起来，你修魔界实践去对不对？现在讲，伊根本他毋要提起来，伊根本有财产要管权，伊根本咧流失，甲人当托管。叫做求比丘尼，伊根本袂享受，伊有钱，伊管出来，伊袂爱要享受，伊就是要讲做生活，要做菩萨生活，要做高尚生活。即个世间有钱人，你讲，若听到食菜想着遐，参着爱我的命，万不要去庙市修咧。敢是？即若去庙市修，我哪？迄人作偏激，迄人作消极，迄人看袂开。迄人安怎拢是安尼对不对安尼种免啦咱即个咱在他而出家，咱在出地当修，在出地当出家，
哦，啊，这就是会当去修来修，过去无可能，过去哪有可能？过去无可能，这是应着这个机运，所以呢，有这个机运，咱今日会当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咱头前有一件法有无？这个法后壁一个心，有无？这两句较加起来法，如果这两句若无落去，这句的意思就无去啊，这句意思就无去啊。你要做团长，你要发团长心啊吼。啊，你毋知当竞选，啊，你想要做总统，你要发总统的心啊，迄咱拢无想要做总统，所以咱迄个心发袂起来啦。哦，你想讲好友伊想什么发总统的心，伊啊，你叫你做总统，较稳做伊是发好总统的心了。赖清德伊是发要想要做总统，伊那敢人拼，人拼到面前面咧，敢是安尼？但是迄老表过是一百百里话哦，啊，若表无过就哦，迄是牛肉身山哦，迄是足艰苦哦。安尼听我意思无？咱是发什么心？咱是菩萨心。但是即款变会过袂？即款若变会过是比你做总统变即款较有意义呢？我想讲一句话，若要选总统的心，来选佛的心，逐个都选不去。伊无啊，你甲放心。你若讲一句话，讲较歹听，总统要我做，我都无意思。拼命拼命，一世纪。迄个祖宗八代，学着，一间迄个赖朋友，吼，安尼是过去因老爸二创，伊还未出世无几年，老爸二创死，安尼出来当中一间旧厝，下面乌要阁乌起来。我这毋是讲政治，我毋是讲事，我即摆是，咱人类啊吼，选举选到无理想，选到无理想。哦，迄是人过去人的祖先，迄伫过去迄炭坑庙内底，迄个翻身的，啊嘛无人咧，啊你叫乌起来，啊你用放单位，哦安尼较有道理。我咱毋是咧讲上对，较啥毋对啦吼，应该我的意思从哪，我可以选总统嘛。我若要选总统，人特别咧要甲叫我什么厝啊？你敢是安尼吼？所以咧，要做菩萨。男的来甲恁教恁清楚，哦，安尼毋好，那么严重。但是你做菩萨好做无？你要菩萨心无好发有无？全发袂起来，全靠烦恼，靠对天地心理呢。哦，你甲烦恼，我即摆做就是反正有，咱真亲口生活者，敢逐个拢通做菩萨，敢逐个拢通做佛。因为伊虽然是食菜，无代表伊发菩萨心。你会了解无？我想讲的。佛经讲较烂的，无代表伊成分的。伊是咧讲佛经呢，因为证佛道呢，即有两种无相像。啊，若要讲佛经，足侪人怎我讲的呢？哦，我讲伊想听无？要讲台北足简单的，你啊20年来呢，你还讲台北的，20年讲台北啊，都2、3点钟来呢。我是当在包方面的，我毋是讲台北的。咱是知影要修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咱是爱还会众生呢，你还不成佛，你还不成菩萨呢。所以呢，还义就叫应用，这个还义的解说，哦，你若看到这个反物啦吼，这个应用义嘛吼，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吼，这叫做无上正定正觉啦吼，处于某种不还。之一，那叫做顺过不翻啦。过去佛道人面对这个无上正觉顺过咧，翻这是翻难翻的吼。啊，这个法就是我拄则讲的，这个法非常的重要。像话你当时我要创啥，我要修车，我要调这个，咱去做修车，哦，敢是安尼？哦，啊，咱今日看咱过去。咱读册时阵，为什么我要来做医生？当做认真的，咱读的时阵啊，哦，这个代志呢，去读医学的，伊针对这个部分，以后去做医生。
因迄个智强，智为圣人，即为圣人，智为凡夫，即为凡夫，又无自心好命。但是要伫你即个法，你要法着爱入智呢，简单单的发袂起呢。无对，我想讲啊，即只车当中，你到我中央，若发袂启动啊，敢袂去到中央？袂去呢？你用送袂到呢？我无骗你呢。你发起了后，就到呢。所以迄个法非常重要。即个法就代表就是启动，启动啥物？转动妄心为真心，迄下就是转成成义的功夫。华严经是话咧讲，发心究竟如是变，如是疑心、先心同，即我过去捌讲。即是华严经发心甲究竟，即个叫做发心。开始，即个究竟，叫做究竟解脱，即个因果就对啊啦。即个开始尔，即个无解释叫做安尼。拢无二变，拢共一个心啦。如是疑心，先心人，即个头前即个人，即个若发菩萨心咧，要到菩萨位，要究竟位，咱讲。即个若袂发起来，你怎究竟嘛袂到位？我而且无法度，我要讲法令，我无通讲法令。我若发动，若发动起来，我几点钟我讲法令。但是，所以究竟是究竟的解脱，发心是当开始。你要究竟菩萨的解脱，你若无发菩萨心，你究竟袂到。咱今日是咱坚持要食素食，伊发心。咱今日坚持要修，伊发心。因为我知影后壁即个究竟菩萨的解脱，但是只有共一个心，只有共一个心。但是如是疑心，这叫发智啦，伊分发智下来，如是疑心，这两疑心，先心来，这个来，这个来，真正我这来，我讲一个简单的好啦，因为一经里差不多4秒啊。无哩桥，办过迄个呐回顾院，咱要行，拢办半工诶，对不对？经过这3、4届，即摆今年要办，足侪人无想要去，即个发生发袂起来。之前，之前讲啊，半工无啦，放一下。咱当时还开了这条，水还开了，即摆若半工吼。没关系嘛，咱人有即个心态，你今日去，互伊1工，伊才来想半工，半工了后，就想要2点钟，好无？这叫做咱人还开心，但是咱人做，咱迄条叫做大头，迄条叫第4道当精进大海滩，等咧家己中精进。所以你去咱上课内底当中，即个精进心作重。即个发心，咱而且讲，即个地过水，地过水啦。你若讲诶时阵啊，迄个火若随便快点，连迄地过水就袂冷。但是你地过水若甲全部烧，无做全，迄个全部烧叫做法。迄个地过水保管起来滚，安尼条意思。保管起来好就拢会打。我存我咧热水，我咧太阳能去外，因为我拄好移迄太阳能，即物件热咯，这细看过来水全冷了。我拄啊调，就是全太阳能，太阳无太阳要怎能？没有太阳才不能，对不对？我家己迄个移啦，家己迄个加温的，迄个电的加温，因为伊设定最多15度。我甲加温伫迄个55度，我较用电加温，因为太阳不能嘛吼，我就用电甲加温，甲伊个电，我就保持55度。我讲安听无？就是你个保温条咧，你有烧水通洗，你保温条咧了后，你就爱洗冷水。爱洗冷水，就是这个道理。你有保温条咧了后，你自身有保温条，有发生有保温条，你无退出。后尾菩萨你咧做，
你的心若保稳无条，叫冷的，哦，你就做，简单讲是安尼。所以伫遮当中，如理成人，发什么心呢？就是发大乘法门，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妙多罗为叫做啥物啊？写啦吼。阿妙多罗，这四叫做无上，翻过中叫做无上。三藐欢喜叫做正定，三菩提欢喜叫做正觉，解说叫做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这个解说起来叫做无上。啊，即摆呢对下面个解说起来，哦，即摆只咱好对下面个解说起来，三菩提叫做正觉，三菩提啊叫做正觉，哦，阿罗汉叫做正觉，但是无正定，所以伊修着正觉。哦，伊修着正觉，